弟兄姐妹还有小朋友还要来受洗，所以我们现在要请今天呢第2堂礼拜要受洗跟信仰告白的每一位新家人，你们起立站起来可以吗？站起来一下，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愿神赐福给你哈。好，请坐，请坐，请坐。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同坐主的桌，主的桌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流出宝血，为我们身体破碎，是为了要救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在一起来围坐主桌的时候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恩典满满跟我们同在，赐给我们今天一个美好的时刻。主啊，圣灵跟我们同在，是因为有你同在，我们这样的仪式，我们这样的流程，才是真正得祝福的、有力量的、得平安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有20位弟兄姐妹、小朋友要来受洗，也要一起同坐主桌。主啊，求你的圣灵的力量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体会神的同在那种恩典、重生与更新。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分享你的话语，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对我们何等的宝贵。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分享主的话。第一段是提多书的3章4到7节。你如果再仔细读这段经文我们在周报里面都有把它附上现代中文译本，很清楚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受洗，为什么受洗是那么的重要这边有提到他说。但是我们的救主上帝已经显出他的慈悲和仁爱，上帝显示了，他显示什么？借着什么呢？他说借着圣灵所施重生和更新的洗，就是洗礼了。圣灵所施下的重生更新的洗，然后怎么样拯救了我们？等一下我们要为这些受洗者来做滴水礼，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仪式，但是你看在圣经里面把这个洗礼看着那么的严肃，而且那么的重要，是因为不是那一滴水，是背后圣灵的力量。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接受，不是那个仪式，而是圣灵的同在。那这段话他说这并不是我们有自己什么好行为，而是因为他怜悯我们。第6节，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把圣灵丰丰富富的倾注在我们身上。由于他的恩典，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得到所盼望那永恒的生命。等一下，我们会做一节一节来做一个简单的解说那第2段经文呢，是在配合这个提多书的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证他怎么说呢？说因此基督成为这新约的中间人了。刚刚我们说受洗是一个新的约我们受圣灵的同在，为什么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圣灵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成为一个新约的中间人，他上帝所呼召的能够领受他什么永恒的福泽。因为主耶稣，我们得到这个永恒的能力、永恒的祝福。他怎么做呢？这事的成就是借着什么？借着他的死。这死释放了他们在头一个约下所犯的罪过。那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慢慢这新朋友新家人呢，你了解说，原来旧约为什么耶稣来定了新约呢？是因为旧约当中是用律法来约束我们跟神的信仰，但是我们在旧的约当中所犯的罪还没有完全洁净、完全解除，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话让我们除去了那个捆绑。好，那我们把一节一节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圣灵所施重生跟更新的洗是什么意思？今天欢迎20位新家人受洗，然后加入教会这个恩典的大家庭。所以你是新家人我们新朋友，特别是挂了这个名牌的，就是你是我们富强的新家人新家人，大家一家人在一起，感谢主好，那我们如果从现在是代降节第3主日，我们是说领受到这个恩典，为什么要迎接主耶稣的降生？今天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呢？他说我们的救主，刚刚你读了经文对不对？3章4节提多书，我们的救主上帝已经显出他的慈悲和仁爱，
显出了，显出就是看得见的，是可以领受到的。他用什么呢？他借着圣灵所施的重生和更新的洗。圣灵所施，换句话说，牧师等一下要为这些我们新朋友来施洗，这是牧师的手，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有什么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奥妙，是因为圣灵。所以当你求圣灵跟你同在的时候，我们祷告奉主的名为你施洗，那个才是重要的，而不是牧师。不然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别人施洗呀。那施洗是圣灵有没有应许？是说圣灵所施的哦，好，重生和更新的洗，那才是重要。好啦，好像这个只是言辞上的描述，你怎么去感受？那关键在这里，因为圣灵我们看不见，圣经的话语我们认知，那你怎么去体验？是因为你的信，你有信了，这个施洗就有效在你身上。比如说好像我们台语说亚兄对白对来对去也没有什么感觉，你对这个信仰也不怎么太在意，那只不过一个仪式。所以有人曾经受洗过，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后来又随随便便的跟信仰都没什么关系呀。那因为他没有信从圣灵得到一个拯救，所以圣灵所施的洗是重点在这2个字：重生和更新。有重生有更新，那才是真正受洗所得到的结果嘛，那这样拯救了我们，就是有一个证明说你被圣灵所拯救了。好，这个是前提。那再来，得救的根据，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行为我们是因为他怜悯我们。这个重点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根基啦。我们知道以前我们曾经在不同的宗教我们说要做好事啦行善啦自己苦修啦很多自己的行为很大的约束，那个不是坏事，但是对得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说这个大善人，他是善人，他这个是好人他对国家社会贡献很多，但跟他的得救、灵魂的得救是没有直接关联的。我们只能说他是好行为，值得我们效法。那基督教的信仰是因为人的罪性没有办法靠善行、好行为来抵消了我们等一下要受洗的一位姐妹她念佛30几年。我们那一天在幸福小组也听过我们教会的静谷兄他也在做见证。他说以前爸爸妈妈都带他去念佛，哇，要吃素一大堆的要求他觉得说，到底这样能够帮助我什么？能够真的让我得救吗？所以他到高中以后，进入到大学，慢慢就接受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他在分析，因为他自己经历过嘛，他知道说以前爸爸妈妈这么样的要求，这样的一个苦修，但是心中也没有得到释放心中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是人的能力不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同样我们刚刚讲说得救的根据呢，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或是我们做什么事情让上帝感动，是因为你有神的怜悯。当神的怜悯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是得救了。但是得救要有改变不能说我得救了还是依然故我，那也不能算了，对不对？所以重生和更新，刚刚我们讲说圣灵的洗是重生和更新是什么样呢？就是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帝把怎么样？把圣灵丰丰富富的倾注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就是奥妙所在，奥妙所在。牧师所为大家做的是一个按照耶稣基督的一个教导，我们这样子做。但是你有没有真正得到上帝所给你圣灵丰丰富富倾注在身上？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3章有记录到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做尼哥底母，新翻译的叫做尼哥德慕，他就一个晚上跑去找耶稣，要跟他谈论说，到底什么叫重生重生怎么办？我难道我的肉体可以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吗？我一直在论证这个，那耶稣就直接一个
答案给他，说你如果不经过圣灵和水的洗礼，你就不能重生。换句话说，我们人的生命是被圣灵所掏过的，所洗涤过的，所验证过的，所祝福过的。那么期待今天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姐妹，你就是领受到了圣灵，因为圣灵的能力才是让你改变的关键哈。好，那重生有什么结果呢？刚刚我们不是说有人是在追求做好事、行善，很多的努力，但是没有得到啊。但基督徒是我得到了，我有圣灵的能力，我所做的才有效。是圣灵跟你同在的，给你恩典的，你所做的事情就产生了结果。其实我们可以坦白的说，今天20位弟兄姐妹来受洗，是一群主的百姓、主的门徒，他们奉主的旨意，然后去传福音。他们很辛苦，一直在跟你们做解释，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耶稣基督，什么是救赎，什么是平安，什么是离开这个罪的辖制、魔鬼的束缚。因为他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要把这个新的生命来分享给你。他有没有 match 到不一定哦，吼。其实我们这个幸福小很多新朋友来，那可能他遇到生活上有一些环节困难，或者是说他对信仰还是不清楚，所以圣灵有 touch 到你，所以你要受洗了。有的人是 touch 到没有感动，那就还是退缩了哈，还是保留。但是我们期待他有一天。因为已经给他开了这个门啦，希望他能够走进来了。所以重生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上帝的恩典，记得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你有什么大能大力，是神给你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跟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了，然后得到所盼望那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些话你如果慢慢读，慢慢好像在咀嚼主角这样慢慢好像在剥门牙剥，越品越香，因为知道这些是关键，基督徒受洗的关键。好，那基督什么恩典呢？在希伯来书9章15节刚刚有提到基督要成为这个新约的中间人，为要使上帝能够呼召所能够领受他的永恒的应许，应许是这个永恒的福泽啦。简单说，刚刚我们后半段还有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这个希伯来书我们看周报里面还有一段话，他说这个事的成就是借着死，这使释放了他们在头一个约所犯下的罪过。耶稣立了新约有什么重点呢？是我们人活在罪的当中，本来就要沉沦的，要灭亡的。但是耶稣，上帝因为慈悲的恩典爱给我们，所以他自己借由他的死付上代价，来解除了我们任何所有人的束缚，那个罪的捆绑。然后他还替我们跟上帝立了一个新约，约就是要执行嘛，约就是有效嘛。所以我们基督徒因为承受了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他说上帝呼召的人能够领受这个永恒的福泽。感谢主，因为你已经领受到主耶稣，透过受洗领到主耶稣这样的新约，你有效，你有份的。早上我在提第一堂的时候，在提到说，有时候我们因为工作事业不顺利或是我们因为财务的问题欠了银行一笔债，那你要去偿还偿还不完，因为你的能力不够，所以你要去跟银行协商后来知道说大家还不起嘛，有段时间就一起协商说，能不能这个分期付款或是慢慢还我一个月赚多少，能够我生活以外能够额外的一小小的费用来慢慢偿还，但是你还是要偿还，对不对？因为要慢慢还嘛，没有说一笔勾销了。有一段时间，全世界很多国家穷国家都外债还不起那世界银行他们有时候会恩典说好，所有的外债都解除掉我们大概欠银行的钱没办法那么容易啦但是有人跟你说好，我帮你处理，你所有的债务从现在开始归零了，你不必再还。我们的主耶稣
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们以前罪所欠下的债完全的解除掉。那再来你不能再欠啦，对不对？你再欠了，那又要找耶稣了。耶稣说：“我应许你完全得免除债务了。”那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这个新约，然后而且要呼召你承受这个永恒的福泽。福泽大家都知道什么好，很多的很生命上的好处，但是是永恒的，那才是贵重。一时的恩典不够，是永恒的福泽。感谢主，我们一起从这些话语里面得到这样的确据。那我们要成为上帝新家人了。我们这10几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你是新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刚刚我不是说欢迎你成为富强的新家人吗？那更重要的角色是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感谢主，我们的新身份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天父的宝贝。约翰福音第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上帝的儿女。你接待他，信他的名，你就是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第2段，哥林多后书6章18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所说的。第2段，你是上帝的儿女，而且你是尊贵圣洁的儿女。有一段非常出名的经文，彼得前书2章9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主的眼中，你是宝贝。他看圣洁的国度、儿女，你看有4种极为宝贵的一个属性：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把你看为他心中的宝贝，但是不一定每个人这样认为啊。有人呢，自我形象很差，老是觉得我什么都比别人差，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赚钱没有比人多，身材没比人好，脸孔不比人家漂亮，一直认为说自己在控告自己定罪自己。但请记得，你在神的眼中是最美好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形象，那你说受洗归主这一点还不够，还不及格。你要跟神说：“神啊，我是你眼中最美好的宝贝，而且是唯一独特的。”昨天晚上我在约书亚牧区跟他们那个提摩太牧区跟他们分享，我说：“什么是唯一呢？上帝创造每一个人容貌、形象都不一样。你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用 iPhone 手机一打开，它要先怎么样？要怎么样？要 Face ID 对不对？为什么照到你才会开，别人不开？因为只有你一个嘛，就唯一的你。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很有味道，很有趣。神也是认定唯一的你，你跟他的关系连结了，接受圣灵的洗，他就认定了你，就能开机了，就能领受这样所有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基督徒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一直在神面前肯定说：“主啊，我是你创造唯一的。虽然我在这边并不一定比别人强，但是神在我别的地方给我更多的恩典。你要发掘你的恩典，你要发掘神给你的恩赐，发掘神给你的价值。你价值没有开发出来，然后老是自怨自艾，老是觉得我输人家。那问题不在于说神没有给你，而是问题在你的心灵曾经被伤害过，或是曾在成长过程当中被耻笑，或是被霸凌，或是被人家这个看轻，然后让你自己控告说：“我就是这么差，我就这么难过。”其实神给我们的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要让你活得很充实，活得很喜乐。但是现在的世界常常很多的用社会的标准、价值、考试啦、薪水啦、职位啦、开什么名车啦，来界定你这个人。如果你
被这个绑架了，那你当然永远要比人家比不上嘛，你永远会控告自己嘛，你永远觉得我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嘛。重点在这里，你要肯定你自己是上帝尊贵圣洁的儿女，而且是蒙上帝所爱的人。第三点，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灵命丰盛的基督徒，其实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怎么样发现神是永远的爱？他一直爱着我啊，我感受不到。那你要去发掘，你要去寻找，你要去经历。他用慈爱吸引我们。第二段经文是哥罗西书3章12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感谢主。说你们既然是啦，就好像我今天来到这个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有他们的形象，或是有他们的一个企业的标准。你进到这个公司，你会觉得说，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啊，哈，我就是公司的一份子啊，所以我要活出这个公司给我的一个形象嘛。有的公司，比如说会有什么制服，对不对？那我们在座有很多有好多位弟兄姐妹在那个台积电工作啊，现在大家都天天讲台积电了，人家这间公司它有办法打遍全世界，因为有一群优秀的员工在那边一起努力，连美国都需要他，所以你一定会觉得我是台积电员工，我的形象就觉得非常有自信，对不对？哈，我觉得我对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贡献嘛。那你是医院的一份子，你觉得能够医治别人哈，那让病人得医治，你会觉得这个自我形象是充满的啦。那凡是你有这样蒙上帝的拣选，你有这样圣洁蒙爱的人，就是显出你这样的形象。我期待你不只在自己的行业、自己的家庭，你在神的殿里面，上帝的恩典之下，你就是一位被神所爱的人。感谢主，我们因为不完美，所以才需要接纳。我们今天会来到教会里面，是因为你的认知大概一般人在描述教会有普遍的一个认知，说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很和气啊，很有笑容啊，相处很快乐啦这是一个我们被外在的形象别人会喜欢，那喜欢在这样的气氛围。我也听到有一些经历过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来富强教会，觉得大家好像一个很温暖的家庭那就是很多人付出努力付出的接待关心笑容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更真的从内心的实际是怎么样呢？是因为有人描述教会是什么，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一群蒙恩的罪人所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因为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好的事会影响我们，会干扰我们，会污染我们，会拖住我们寻求永生道路的一个脚步。所以我们大家彼此聚集，也彼此激励，彼此带导，彼此关怀，彼此提醒你落后了、退后了，我们把它拉你一把；你走偏了，赶快把你拉回来。是一群自认为蒙恩典的罪人，我们还继续努力，因为活在这个属世的世界，在努力的过程，然后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当大家觉得被激励了，领受恩典了，那你就会越喜欢这个家。愿我们每一个人是被接纳的，我们的新的身份有新的生活来配合。我们之前在举行幸福小组的时候，常常有很多弟兄姐妹自己做见证，他受邀来可能是为了人情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心中还是有苦毒了，脸色都不是很光彩。但是一段时间领受这样的话语，领受到这样的福音之后，为他祝福祷告之后，慢慢他的心就开了，他的脸就笑容出来了。那是很多美好的见证。你怎么样领受这个新的生活？是因为在你的生活、你的起居、你的工作、你的
价值观、你的整个观点都被神所充满，就不再被世界的一个习俗或是世界的一个价值观把你左右掉了。感谢主，我们期待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拥抱天父的爱。我们要努力求圣灵同在，让我们恢复破碎的家庭关系，或是亲子关系，或是同事的关系，或是你在邻居邻里的关系，是因为靠天父的爱，你能够去改变它。还有，我们还要恢复破碎的人际关系。可能你以前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同事、处理朋友、处理邻居，但是你有新的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这样的恩典以前好像做不来耶，那现在我竟然能够非常的方便的做到了。很多人，我们曾经听过很多见证有的人有烟瘾或是酒瘾，老是改都改不掉。然后他有一天信主了，他决心说：“上帝啊，我如果不改掉，我怎么算基督徒呢？但是我自己改不掉啊，没办法，上帝啊，请你帮助我。”我们听到见证说，哎，他被圣灵更新之后看到那个烟，看到那个酒，觉得说，哎，以前我怎么那么笨呢？离不开他。现在我从现在开始，滴酒不沾，或是我现在对烟味都觉得很不舒服。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圣灵改变你嘛，圣灵亲自改变你。这个才是蒙恩得救的一个实际的表现。愿神给你这样的能力求你要祷告说：神啊，让我把破坏的关系恢复，因为有天父的爱，我才能做到这里。有人得罪了你，你愿不愿意饶恕他？不是因为他值得饶恕，是因为神给你能力，我有能力去饶恕他，不再被他捆绑，不再这种仇恨或是这样的一个苦毒来影响到你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在背后了，你要往前走。感谢主，求神让我们有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祝福，领受从神来的重生跟更新。牧师要带领大家来做一个祷告，然后要准备我们要来施洗还有圣餐，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满满的恩典，奉你名来祝福凡是接受神的恩典的人，他们都得到真正的重生和更新，不是自己有什么能力，还是什么仪式，而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典跟祝福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感谢赞美主，求你亲自将平安赐给我们，也愿通过这个仪式，让每一个人再一次感受到神的恩典跟祝福。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要先进行施洗那今天